主后2024年10月18日，每日圣安宫读经，伫失败中拄着上主。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但以理书第1章第10到21节。犹大王约雅敬继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围攻耶路撒冷。主将约雅敬甲上帝圣殿内面一部分的器具交伫伊的手。尼布甲尼撒将俘虏带去巴比伦的神庙，甲遐个器具收入去神庙的库房。尼布甲尼撒王命令太监总管亚西比那对以色列的王室甲贵族的子孙选一寡少年人，因着身躯健全、英俊、博学、有智慧、通达事理，通来王宫侍候。亚西比那甲因教巴比伦的语言甲文学。王阁吩咐，将宫内的食物甲酒，逐日照分量互因食，安尼甲因栽培3年久，互因期满了后会当侍候王。这个青年中间有犹大支族的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甲阿撒利雅。太监总管甲因号新的名，甲但以理号做别得沙撒，哈拿尼雅号做沙得拉，米沙利号做米沙，阿撒利雅号做阿别尼哥。但以理决心毋食王宫的食物甲酒，则免食这物件，甲家己拍拉衫。伊就请求太监总管允准，无互伊拍拉衫家己。上帝互但以理得到太监总管的怜悯甲好款待。太监总管对但以理讲：“我惊我的主，我的王，伊已经指定恁着食这物件。万一伊看到你比其他的少年人较消散歹看，你会害我互王斩头。”但以理对太监总管派来监护伊哈拿尼雅、米沙利、阿撒利雅的人讲：“请互你的仆人10日的时间，阮这几个简单食菜、啉水。10日后，请你将阮的面容甲遐个食王宫食物的少年人的面容比较，然后照你的观察，决定要安怎甲阮处理。”监护的人就允准互因试10日。10日后，因4个人比其他食王宫食物的少年人搁较健康好看。监护的人就无搁互因食王宫的食物甲酒，只有互因食青菜。上帝互这4个少年人伫文学甲学问方面真有才能甲学识，搁互但以理会晓明白各种异象甲入面梦。尼布甲尼撒王规定所有的少年人着正宫的日期到，太监总管就带因去见王。王甲因面谈，发现其他的人无一个甲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甲阿撒利雅话比得，就互因4个人侍候伊。王甲因问有关智慧甲见识的事，就知因比全国的术士甲行法术的较贤10倍。但以理到塞鲁士坐
为元年也活地。伫失败中拄着上主，伫强调成功的世界，有时阵连信仰也拢着爱包装，不断美化上主的伟大和荣耀，高尚伊的权能和神者，哪像失败甲上主毫无关系。伫圣经中，上主却常常借着行动拍破人自以为是的美梦，特别是使用外邦人，互认为只要有上主同在，就会当得胜的以色列人经历失败。但以理书一开始就讲到，上主用阮伊的子民战败，受敌人俘虏，甚至上帝伊荣耀的圣殿也受夺走一部分的器具。上主的子民无力反抗，受得大大得胜。上主赐予外邦生命，伊的一切就当作是战利品，藏伫神庙内面，互外人取笑炫耀。受了被劫是见效的记号，总是上主伊并无看伊，甚至用阮安尼的失败受记录落来。当人受逼牵线爱服侍受敌，往往是信心崩溃的时，却也是重新体会上主恩惠的时刻。但以理为咱做最佳的示范，伊的敬虔毋简单伫遵守洁净的礼仪，若详细思考，是因为伊敬畏上主。伊和谈判无食巴比伦王宫的食物，其实也表示伊极毋愿意随从世俗的价值。王宫内的富丽堂皇，拄好是世界所在追求的成功典范。但是这通常是无信靠上主的供应，内心担忧匮乏，搁掠夺厝边产业的结果。因为犹如会产生贪婪，贪婪拄好是拜偶像的行径，想的拢是安怎囤积资源，拥有搁较侪权势和成就，信任虚假的愿望。但以理的行动表明信靠上主的决心，这是滋味的过程。人总是喜爱有新热的见证。总是失败，也是上主工作的一部分，用来帮助咱看穿法律的伪装，互咱脱离世界的白贼和假象，无搁再汲汲营营对找也是复制成功的公式。上主家己穿失败的外衫，为着要互咱袂将荣耀甲成功当作是神，当成就压迫咱的目睭，互咱无搁再仰望上主。失败会迫使咱学习安静聆听上主的呼声，互生命无搁再专注伫权力和财富顶面。失败会粉碎人性的骄傲，互人无搁再迷恋名利，会当专心信靠上主，相信伊的供应，互人袂跌到忧虑。失败袂互咱离开上主，反倒当伫失败的内面，咱会甲伊相遇，明白伊永远伫掌权。咱可能无法度接受失败的上主，总是安尼的主，却会当互咱避免一味追求新热。互咱记牢，信仰的本质是信靠。咱的失败并袂互上主受见效，反倒伫失败中，咱才会当拥有正确的眼光，看见伊在拦破咱。默想，过往的失败经验，是毋是帮助我搁较倚靠上主？伫失败中，
我是毋是犹原会当专心信靠上主，聆听伊的话？我会当接受失败的上主无？假使上主是失败的，我还会当信靠伊无？过往的失败经验，是毋是帮助我搁较倚靠上主？伫失败中，我是毋是犹原会当专心信靠上主，详细聆听伊的话？我会当接受失败的上主无？假使上主是失败的，我还会当信靠伊无？咱来祈祷，上主，你毋捌掩饰家己的失败，伫你子民失败的时，你犹原甲因同在。愿你互我勇敢正视家己的软弱，搁会晓伫当中来倚靠你，互我知影伫失败中会当甲你相遇。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